阿米亚阿拜，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，市口有一个足大的公园，公园内底有一个大水池仔，一只鸭仔就住伫水池仔边，伊是一只鸭母，最近当地孵卵，无爱人搅了，竟然有人经过水池仔边。迄只鸭仔就会钻出来，大声嚷，要共赶，赤白白，歹清清。一寡来公园运动的人，就甲迄只鸭仔号做鸭爸母。经过30天，鸭爸母的卵孵出来啊！啵，头一个剁酒的是大汉囝，头顶阁捅一支毛。鸭爸母喙笑目笑讲。啊，这是我古水的大宝。然后，啵啵啵，另外3粒卵嘛孵出来啊！头顶捅2支毛的是二宝，过来是3宝，最后是小。你是啥？3只黄色的鸭尾仔边啊，徛一只朴实的鸟仔囝，看起来憨头憨面。鸭爸母生目睭。从捌看过遮尔啊歹的鸭尾仔，伊怎甲号做鸭歹？大宝、二宝甲3宝3只鸟仔囝对伫鸭爸母后壁找食，买水摇咧摇咧，看起来介古水。毋过鸭歹袂晓摇买水，而且伊迄双骹肥肥阁短短，逐摆就对袂着阵。毋若安尼尔。伊定定行无2步路，就行甲跋肚，跋甲倒头栽，规身躯砖头刷，垃圾哩路过。因为安尼，阿伯的兄弟就定定在甲欺负、甲创治，甚至连鸭爸母就无啥爱插伊。虽望鸭爸母较大细心，毋过伊嘛是会认真教囝，就爱趁因细汉的时，教因做鸭的道理。伊对大宝讲：“你是大兄，你着爱照顾小弟小妹。”佮对二宝讲：“你是二兄，你爱尊敬大兄，照顾小弟小妹。”3宝走过来，目睭金金问讲：“我嘞。”鸭爸母笑笑啊对3宝讲：“你哦，你一定爱会记的，以后千万毋通驶车。”阿麦嘛跳甲跳一个，我过来问讲：“母啊，你要教我啥？”鸭爸母想都无想，为阿麦的头扒落，甲讲：“你哦，生甲即款型，看起来都袂出脱，你着爱较接运动咧，好好啊训练家己。”大宝问讲：“袂出脱和运动有啥地带？”鸭爸母应讲：“亲像阿摆，走遮慢，以后若要走路的时，会走袂去啦。阿伯走咯，哈哈哈！阿伯走袂去。因3只又搁伫遐笑阿摆，笑的，搁甲人讲：“阿伯有够歹，一颗眼眼介戆面，脚底走路走袂去，因为伊是大口袋。”阿摆感觉真委屈，伫遐在流目屎。只是鸭爸母看袂落去啊，伊徛出来，砸伫阿摆面头前，骂讲：“恁3个嘛甲我较差不多咧，哪会当遮尔无水准？”阿摆想讲，家在有母啊疼惜我，想袂到鸭爸母煞落讲：“咱是鸭呢，哪会当无鸭运？来，对我念。阿摆生了歹，身躯垃圾有够害，行路行甲倒头栽，因为脚底搁戆呆。阿摆生了歹，身躯垃圾有够害，行路行甲倒头栽，因为脚底搁戆呆。日子一天啊一天过，鸭尾仔愈来愈大只，
烫毛了后，大宝、二宝甲三宝，敢若体型淡薄仔较细只，看起来已经甲阿爸母差不多同款型，变做三只健康美丽的鸭。颠倒是阿麦，本底是朴实的毛，即马却变做规身躯乌金乌金，腹肚是白的，红棍仔遐阁一搭黄黄，而且伊的体格变甲有够大壮，比阿爸母阁较大只。阿爸母就甲念：本地掠准讲你已经歹到有寸啊，想袂到你竟然有才调愈来愈歹。迄乌的是安怎？迄白又阁是安怎？白色加乌色会变做朴色，哪有朴色会变乌白？根本就是乌白生嘛你。阁有，迄搭黄黄的是啥？敢是去高着屎？哈哈，狗着屎，哈哈，阿伯狗着屎。阿伯逐工去互欺负，伊愈来愈有罪，愈来愈无自信。伊走去水边仔，用水影伫看家己的面，迄面仔规个乌酥酥。伊想无家己哪会生甲遮尔歹。这时，一只天鹅飞来水池仔受水休困。阿伯头一摆看到天鹅，哇！哪有鸟仔会当生甲遮水？安尼规只白苍苍，迄受水的躯势有够优雅。阿伯的目睭金金在甲上。过无偌久，迄只天鹅受过来阿伯的面头前，用伊温柔的声对阿伯讲：“少年诶，阿伯的目睭天甲大大蕊，伊毋敢相信，竟然有遮水的鸟仔主动找伊讲话，敢会是去互我杀着？”迄只天鹅讲：“少年诶，你是变态哦，喙烂小切一个啦。歹势，毋捌看过遮水的鸟仔，看甲老烂拢毋知影。”阿伯赶紧甲喙烂切一个。这时阵，阿爸母甲阿伯的兄弟嘛走来看天鹅，因共款看甲喙仔开开，伫遐喊：“爱豆，敢会使甲我签名？”迄只天鹅用伊温柔的声讲：“恁即顶鸭有够差，敢会使较点呢？”因规阵虽点点毋敢出声，换阿伯细细声问讲：“歹势，你若无去险，敢通教我安怎做？我才会当亲像你安尼变做遐水的鸭？是毋是有啥物伪装的撇步？哈？啊！”迄只天鹅看阿伯，回头甲阿伯母迄边看看咧，搁回头甲阿伯上一个，伊面仔笑笑，是啦豆豆啊翸出来，雄雄就对阿伯的头壳扒落。啊！笑死个！讲煞，迄只天鹅就飞走啊！代志发生了伤紧，阿伯去互扒一个，因规定搁戆戆啊徛伫遐。这时，边仔的树仔丛后壁，雄雄撞出两只大只狗，一只金毛的，另外一只色水有乌有白，看起来歹清清。两只大只狗将因规定围起来，害因惊一个，规身躯屁屁喘，要走就走袂离。因大声喊：“啊，莫甲我食，我无好食啦！”恁若巴肚枵去食阿伯啦！迄只金毛的狗笑笑啊讲：“啊，放心，阮袂甲恁食。真正袂甲阮食。”金毛的应讲：“袂啦。”乌白迄只煞落讲：“嘿啊，无熟是要安怎食？”阿伯看到乌白色、歹清清的迄只狗，就扫对阿伯母身躯边，细细声问伊讲：“迄只敢是阮老爸？”你是在讲啥？阿伯母直接就对头壳甲包落。老爸，哈哈哈！你是咧讲笑亏哦？金毛的狗笑笑啊讲，毋过当笑煞，
伊煞雄雄变面，伊行去骗阿爸的味，害阿爸惊甲尿强要闪出来。你毋是讲袂甲我食？毋是要食你，我是咧奇怪，你身躯顶哪有阮兄弟的味？乌白迄只狗嘛走来骗看卖，佫真正有呢。敢讲你是？两只狗相对上，我看阿爸讲，你是阮孙啊！来，叫阿叔。原来阿爸的老爸是著名的大公司董事长，饲的徛个。乌白叔啊讲，吼，恁阿公吼，生意做偌大咧？金毛叔啊讲，讲重点啦，哦，讲重点，恁阿公吼，最近阁想要开一间店，卖姜母鸭，姜母鸭好食，好食。毋是啦，重点是当初时恁老爸伫孵卵的时阵，孵甲困去，阮两个就甲卵偷摕去耍，无细字甲卵耍甲无去。嘿啊，阮阿爸甲恁阿爸一直咧找你，阮拢毋敢讲呢。阮只好结点点，想袂到今仔日，总算是找着你啊！哈？咱敢有咧找伊？金毛叔啊，赶紧对乌白叔啊，塞目尾叫伊莫白目，搁回头问阿爸，你过了好无？因对你敢有好？因对我，阿爸使带目，甲阿爸母因迄阵银，害迄阵鸭带甲要死，因小钱应讲，有啦有啦，阮对伊有够好诶，乌白叔啊讲，你生了遮缘投，哪会号做阿歹？阿爸母赶紧接落去讲，迄是阮翁家好的名，迄颗较无算数。金毛会想讲，一只阿母竟然嫌因斗阵的无sense，敢讲是无sense，才会去甲伊斗阵。乌白叔啊讲，好啦，安尼你缀阮转去，叔啊会当逐工陪你佚佗哦。煞落，回头问阿爸母，恁敢要做伙行？阿歹看开无啥动头，无够阮耍。因当然嘛毋敢对入去，因讲，我功课还袂写，我要去补习班。我使得滚。阿爸母徛伫遐，想讲囡仔是顾大，竟然走比我较紧，伊嘛紧想一个理由讲，我要回去顾囡仔。讲煞嘛酸甲无看影。然后阿摆就对因叔啊转去，因阿公传一间房间互大，房间内阁有伊家己的游泳池，冷气随时拢开到18度，逐工拢有沙西米通食。阿麦，叔啊来找你耍啊！哦，你房间哪会遮寒？无要紧，阮毋惊寒。吼吼吼吼吼！就安尼，阿摆自迄天开始，就过伊幸福快乐的日子啊。阿摆的考试单，阿爸母开几工孵出阿米仔 ？A 20工 ，B 30工 ，C 49工。答案第49秒。阿摆的叔啊，是安怎无甲阿爸母拆食落腹 ？A 因为阿爸母足疼惜阿摆 ，B 因为因无爱食青的 ，C 因为无豆油通运。答案第9分27秒。